今集要介紹咧就係呢個攞咗紅點大獎嘅鋁合金充電器 Q10 Pro 啊！我發覺咧，通常攞得呢個紅點設計大獎嘅產品咧，外形咧都非常之簡潔嘅，啲線條好簡單，唔會好複雜嘅，但係咧又有好多功能嘅，就好似你以為呢條繩啊，好似普通電話繩咁樣，或者俾你稱住嗰個充電器，其實唔止㗎，佢掹出嚟咧就係一條有45瓦輸出嘅快速充電線啊！如果你覺得呢條根基線唔夠長咧，唔緊要，佢另外仲有一個 Type C 嘅插頭俾你用自己嘅充電線咧去充電嘅，而呢一個插頭咧都有45瓦嘅輸出嘅。咁呢個充電器用根基線再加多一條自己線，再用埋後面無線充電嘅部分咧，係可以同時充3個裝置噶，即係2個電話加一隻 Apple Watch 或者係 AirPod 嘅。而無線充電部分咧係 Qi2 規格嘅。咁除咗以上嘅充電功能之外咧，又點少得而家差唔多係基本設備嘅呢個腳架仔咧後面有埋呢個鋁合金嘅支架，咁啊棟喺度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咧擺個電話喺度打機煲劇咧，都好方便噶。咁大家最關心嘅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帶唔帶得上飛機啊？咁佢有呢個3C 嘅認證喺中國內地亦都冇問題啦。另外咧仲有一個 UN38.3 嘅認證嘅，咁大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嘅飛機咧，你都可以帶到上去噶啦。同 XPower 其他嘅充電產品一樣，有過熱、過充、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裝置，咁就唔需要擔心安全嘅問題啦。除咗我手上呢個粉紅色之外咧，仲有黑色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啲充電器用個淺色啲嘅，有時收埋喺袋容易啲揾到啊嘛。咁當然如果你中意低調啲嘅，可以揀翻個黑色啦。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半年內有壞啊，仲1換1添。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